在台南市的東區有兩道巷仔口，最近呢是出現真特殊的交通牌仔，頂頭毋但是有行車平安4字，嘛有這議員的聯名。也因為這年底呢，就要來拼選舉啊，所以即馬外界是質疑講，這交通設施安尼做，恐驚會變做是咧替政治人物來宣傳。交通局是講，這牌仔呢，若準是私設的，而且擱佇一般道路，安尼就會照規定來甲開發。大樓巷仔口這個紅色萬字的標誌，也有行車平安的提醒。斟酌看，頂面竟然出現政治人物的名。台南東區一路街甲義學路巷仔口，有民眾發現路牌下面出現有明代聯名的告示牌，年底選舉臨已到，敏感時機嘛，互外界質疑公家設施變做政治宣傳的扛棒，在地有無共看法？路牌另外路牌，要講課另外講課安尼啦。是有起到警示的效果，還有比較好一點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拆除太多，我們是都應該要關心選民的，只是你關心的技巧到底是真關心，還是事實上只在凸顯你們各己而已。我覺得這一個是值得我們商榷的點。面對這個議員蔡小薇出面駁回，這是迄時路段進行調整，有真濟外來遊客找無路，當時向市府提出指引，煞卡咧行政規範，落尾才甲里長自費來說，引起爭議了後，團隊議議嘛已經停落來。人的土地、私人的經費都沒有用到公務的部分。在私人領域的部分，也是大樓極力希望可以設置的，但是公部門苦無辦法，置放了7到8年了，甚至超過1屆的任期了。如果王議員現在才發現，那你真的應該好好檢討。明代聯名的牌面攏總有2地，交通局講大樓外面這地並不是公部門設的，主管交通機關嘛坦白講，這陣的路牌原則上敢若會標示巷路的名稱，確實未針對特定門牌號碼。後續會通盤了解問題，解決地方需求。私設牌面有的在道路上，有的在私有土地。私有土地則不適用道交條例，後續交通局會再加強盤點並釐清。設指引牌規定有較亂，這塊指引牌有交通指示和參選人參照會，會互人產生疑問，當咧考驗執法單位的智慧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